来同心做一个准备心的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你的恩典中，阮献上感谢。因为主，你赏赐阮活命，会当来敬拜你，会当来服侍你。主，阮若要向你献上感谢，因为主，无论是伫顺境还是逆境，主你拢教阮三个伫地。主，阮多谢你，也为着阮。有辛苦白听，袂当甲阮做伙来敬拜主你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主你信心甲伊三个伫地，保守因，互因伫厝里，无论是食着线上的礼拜，或者是看你的话语的时，主你的信心也共款启示、感动、安慰、扶持因。主，阮多谢你，阮同心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
就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愿以色列讲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请咱来吟圣诗阿罗上帝，圣诗149首 A 调，美妙主耶稣。请咱起立来吟。请咱额头同心来祈祷，永远至信的上帝，恳求你用你的荣耀眷顾阮，互阮伫你的面前会专心虔诚敬拜你。阮的祈祷会得到你的应允，求你赏赐恩典，互囝仔谦卑搁心内送香的人。全能的上帝，你时常释落你的大恩，赦免一切反悔跟归向你的人。恳求你伫逐项忧伤痛悔人的心内，成就你所应允的救恩，赦免一切罪，带领阮的主耶稣基督洗净阮良心上的罪恶，永远保守阮，互阮圣洁的生活，通得到对你遐来平安喜乐。互阮欢喜时常跟对你，服侍你。天父上帝，你保守受造的万物，管理因的好所行。阮恳求你保护阮身体健康、心智健全、心内清气，精神欢喜快乐，互阮会安分守己，疼痛厝边疼，亲像疼家己。照你福音来行起一切事工。伫阮劳动的时，你坚强阮；伫阮娱乐的时，你圣化阮；伫阮困难的时，你引带阮；伫阮危险的时，你拯救阮；伫阮忧伤痛苦的时，你安慰阮。愿你的恩典补足阮一切的欠缺。全能的上帝，
一切真理甲和平的思想，拢是对你遐来的。恳求你伫万百姓的心内点导真正的疼，和平的火。恳求你用纯洁和平的智慧，互你的国伫和平中间临到世间。求你引带人的心，除去心中的怨妒、三对立甲自私的野心，搁对因的心中唤起公平、疼痛甲和谐，一切精神，互因为着全世界生活的改善来尽力合作，互世上万项面所在拢得着平安。阮的祈祷无够夜，我们用主的教示，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。阮伫天的地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一成，伫地里亲像天里。阮的日子平安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。无抵触阮日子，就叫阮拍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。代代无尽，阿门。三甲交托客英文，客英文第19篇，信息后壁第29页。来呀，咱就向耶和华唱歌。咱就到伊面前感谢伊，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。地深的所在，在伊的手中；海洋属于伊，是伊创造的。来呀，咱就鞠躬敬拜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。今仔日，恁若听伊的声，赞美，妇女合唱团要带咱来学罗上帝，伊要吟的诗是，伊要牵我手。我
咱来请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3章12节到19节。现代中文译本264页，台语汉译本264页，中文译本190页。12节，彼得看到遮个人，就甲因讲：以色列人啊，恁是安怎对即项代志感觉奇怪？是安怎注目看阮？想讲阮是靠家己的能力，也是虔诚，互即个人徛起来。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就是咱祖先的上帝，已经互伊的仆人耶稣得到荣光。即位耶稣，恁甲伊交互官府，彼拉多决定要放伊的时，恁当场拒绝。恁拒绝迄位胜过公义的，要求彼拉多放一个杀人犯互恁。恁杀死活命的源头，就是上帝互伊对死人中国活迄位。阮是即个代志的见证人。对信靠即个名，就是耶稣的名。恁所看见、所捌即个摆骹的人，有得到快乐。对耶稣所想的信心，即个人完全好起来。即款代志，恁大家拢看到。兄弟，今仔日我知，恁甲恁的领导者安尼做，是因为恁毋知，上帝有通过众先知的喙，预言伊的基督着受苦。即个代志果然应验了，所以着悔改上帝。通互恁的罪得到撤销。今早起，咱本堂的廖慧茹牧师要来甲咱分享信息。伊要分享的信息是：着看戏变做搬戏的，请咱恭敬来听。伫听信息大心，咱先同心来祈祷。请主上帝，阮来到你面前，亲像落较无溪水共款，阮羡慕你的话，愿主你对阮来讲话，鼓励阮，支持阮，也诚做阮的帮赞。安尼同心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妹。有一个瑞士的公益的广告，伊想要制作一个真特别的 model 模特儿。想要看经过的人，是毋是会当看见这模特有啥物甲一般无共款的所在哦？以及因的反应是啥物？所以因就找到真侪身躯有欠缺的人来甲因量身定做，制作甲因共款外形的模特儿。这个身躯欠缺的人哦，有人有因为意外失去伊的手。有人失去伊的骹，有一个因为骨头的关系，致到伊身躯是歪的，徛袂直。有人是身躯真细，无法度对着身长来长大。这个身躯欠缺的人，当因是目睭看见因一模一样的模特儿伫因目睭前的时阵，因感觉真着惊吼。因讲哇，竟然会当做甲遮尔成，接煞店员就甲橱窗内面遮个模特儿换做遮特别制作的模特儿。有经过的人就摕起手机来翕相，有人看到真戆影，就徛伫遐；有人停落来看，然后伊详细咧想讲，即个布置敢有啥物特别的意义吗？嘛有少年人真感觉趣味吼，就学伊安尼歪歪的身躯徛伫遐。当即位身躯无法度徛直的即个小姐吼，徛伫橱窗头前看伊家己的模特的时阵，伊满面笑容，已经
而伫想讲，家己会当成做橱窗内面的主角。这身躯中会欠缺伫伊的目睭内面，那亲像变做是无欠缺啊。伫圣殿水的门的门骹口，一位生出来就骹就歹的人，伊的姿势的转变，嘛引起周围大家真大的反应吼，感觉真着惊。这位逐工互人扛来扛伫遮的人吼，哪有可能会当行徛起来行路？这个出世骹就歹的人，心内应该嘛带一条吼。原本是要彼得甲约翰来分一寡食的物件，会写是讲分一寡钱来买物件来食，但是伊无想到讲。伊家己嘛会当得到医治。今日所看的圣经11节记载讲，伫所罗门的走廊，迄个得到医治的人哦，牵掉彼得甲约翰哦，牵掉。在场的人嘛感觉真奇怪，真着惊，拢活来看。遮活伫边仔人咧看的人，咱想看觅因想要看啥物？通常伫咱的经验内面，一项代志发生，然后一堆人围过去看，咱拢会称伊做咧看热闹。所以遮围伫边仔人，若拢看了啊，嘛无因的代志，就真正对因来讲，嘛无任何的代志会发生。但是伫即段当中，若有人喊话讲，我嘛要甲伊共款得到帮助。亲像耶稣在传道的时阵，埃罗伊来找耶稣，家己的查某囝医治。伫路里，一群人围内，有一个真刻薄的妇人人吼，伊伸手去摸耶稣的身。那遮的群众甲即个刻薄的妇人人共款，安尼围内伫彼得甲约翰的身边的时。相信国外耶稣对因的性命嘛会得到改变、甲帮助。当彼得看到遮围内伫边仔的人，伊马上回应因心中的疑问哦。彼得真勇敢，伊连续大家提出3个问题哦。伊讲：你是安怎为着即项代志感觉真奇怪啊？是安怎主目看阮？是想讲，阮凭啥物靠家己的气力，互即人起来行路？然后彼得就接续说明伊的答案，见证了上帝是医治即个生出世就歹骹的人。然后伊搁一届重复讲耶稣受卖定时个4个月的内容。圣神甲门徒同在，因领受圣神甲耶稣国话新的生命了后，有真大的改变哦。彼得变甲真勇敢，也会当看出这人心内的疑问哦。亲像早前耶稣看去边仔围内伫边的人，遐想要抓伊把柄遐个人吼，也是伫边仔议论遐个人，耶稣一看见，嘛是向伊来提出问题。直接甲因对话，彼得直接看起来敢若真有耶稣的款式吼，又得到耶稣的生命的款式，也充满着气力，通勇敢为主做见证。彼得讲，这位出世就骹就歹的人哦，起来行，毋是因为家己的气力哦，是伊所信靠耶稣基督的名。耶稣基督的名带出上帝的权柄，互伊勇壮有气力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所明白的上帝的权柄、大气力是啥物？伫圣经的拄开始，上帝大气力对混沌中创造出真水的世界。伫以色列百姓真困苦。做奴隶的日子内面吼，
因夭骨会当生团济济。上帝大权能，或者真平凡的人，受到上帝拣选，真做以色列百姓真多的领袖。上帝权能，或者人看起来袂当得胜的征战当中，上帝总是有办法，互伊的百姓拍赢征战。上帝权能，互伫人伫混乱、惊歹的时刻内面，上帝天开一个新的希望，就是互耶稣出世，带来愿望。上帝大权能，也互耶稣对死而复活。上帝大权能，互死亡变做是永远，互咱无徛伫死亡这个坎站，成做一个终点站。若要继续讲到你的生命中，你会安怎讲上帝大快乐？你经验到什么上帝大快乐？伫今日所读的圣经16章吼，咱会当看见讲，这位出世骹就歹的人会得到医治，除了有上帝大权能医治以外，伊也阁需要信靠耶稣的名。因为是耶稣的名，互这人得到能力，然后对耶稣所想事的信心，这人才通完全好起来。咱特别来看16章中方的这两句话，就是讲是伊信了耶稣的名，因为伊对耶稣想事的信心，互这人活起来，这人徛起来。这句对耶稣所想事的信心，伫原文内面有特别讲起较完全的讲法，就是借着耶稣所产生出来信心吼，借着耶稣所产生出来的信心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伫遮是安怎讲到相信耶稣的名了后，也阁爱讲借着耶稣所产生出来的信心呢？这嘛敢若伫表达讲，人对开始讲相信耶稣的心，然后达到实实在在锻炼出完全的相信的过程。会记得有一届伫扫墓的时阵吼，我必须要行过一条真矮、真长的田花路。自细汉伫都市大汉的我，毋捌行过啥物叫做田花路。毋知在座咱有人行过无？敢好行？我看到头前迄个人行头一步、第二步，缀伊安尼行，还阁还好吼。但是等到第3步以后，我突然间感觉我的骹吼，煞变做敢若幼婴仔共款，骹无真叮当，无法度行路，连徛都拢徛袂知。所以规条田花路，互我踢掉咧吼。我头一弯看后壁，大排长龙的人，然后有一个人就冲出来讲，真生气讲吼，你会晓行路袂？然后伊就行落去田底，行田底路。当时我真歹势甲。毋知要安怎吼，歹势甲想要吼出来安尼，因为徛伫遐行也毋是，退也毋是，我阁真正行袂去吼。然后后壁有一个阿嬷就对我讲：“来，我牵你的手。”伊用真温柔的声讲吼：“你细汉的时毋捌行过田花的路，当然袂晓行。”真特别哦！当伊牵我的手的时阵，我的心就袂惊。然后缀伊的骹步一步一步缀咧行，迄速度真正真紧呢，紧的会当安尼一步一步真紧向前行。当看见16章即句话讲，相信伊的名，然后借着耶稣
来的信心，互我想起这段行参访的路的记忆。心内嘛，敢若咧问家己：当咱相信耶稣的名，咱的心是不是随完全相信耶稣？那当咱信心无够的时阵，圣经提醒咱，咱就爱相信伫耶稣的内面，借着伊牵着伊的手，起条条，然后咱会有气来行过去。伫彼得见证上帝信息的内容当中，讲起人的无知啊，要求彼得都甲耶稣顶伫十字架顶。但是上帝这大气力，互耶稣对死而过活，所以彼得最后邀请大家讲，咱着悔改，归向上帝。这除了是讲对伫罪恶中的认错，也是悔改以外，搁较重要就是爱常常提醒家己来转归向上帝。上帝常常看家己的心思意念是毋是上帝所欢喜的，若毋是，咱就甲伊转变过来，用上帝话来成做咱的心思意念。透过彼得回应这证人的所讲的话，互咱学习讲，咱爱提醒家己，咱所有的恩典、才能甲恩赐，拢是对上帝来。是上帝手术，所以咱的心就毋通骄傲。伫《以斯帖记》有一个记载，一个真有名的人吼，这人叫做哈曼。伊什么款的有名？就是心骄傲的真有名吼。伊受亚哈随鲁王提升成做宰相，但是伊的心真骄傲、真自大。甲家己看甲足大个，所以当伊看到末底改无跪拜伊的时阵吼，伊就想尽办法要来处理伊吼，来对付伊。伊无想到讲家己所制作的茶几啊，原本是想要设计末底改，但是最后却是互家己吊死伫迄茶几顶来丧失性命。透过彼得对咱众人传讲信息的话内容，咱会当学习到讲，咱爱常常来检验家己，生活当中是毋是有弃绝上帝，还是离开上帝的想法甲行为啊？伫撒母耳下卷第6章的记载讲，当大卫王伊迎子约柜要入城的时阵吼。伊真欢喜快乐跳舞，在敬拜俄罗上帝。但是伊的某对伊讲啥物？伊的某米甲对伊讲吼：，你这以色列的王啊，今日你真正是有够体面啊！亲像一个小的吼，毋知见笑，伫你的大城，伫你的罗卜面前安尼咧跳舞。这代表王伊是专心专人咧欢喜敬拜上帝，但是伊的太太却对伊讲口舌的话啊。伫生活中，如果咱也无常常警醒，咱家己常常挖苦过外主，咱的讲话、咱的行动行为，也有可能无细里就出差错，离开上帝来伤害人。国外耶稣对门徒来讲吼，恁着奉主的名，甲悔改、甲赦罪信息传播出去，而且耶稣会将被上帝所要应允互咱的祝福赐互咱，也着伫城内等待得到伊对天顶来的能力领到咱。所以伫当咱庆祝了耶稣过活的每一天，咱也爱常常伫主耶稣的内面，伫主的内面。当咱拄着挑战甲困难的时，搁较爱起了伫主，借着伫伊的内面，
来产生建立迄个真实白、真实实在在的信心，然后领受伊所想事的快乐。像是咱若为着拄着困难挑战，也是身体软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互因也会当经历着即种相款的国外的性命。这算无事，我想要邀请大家吼，伫你即摆生活当中，有啥物代志你需要，我靠伫耶稣内面来得到信心吗？会实是你知影，伫咱的生命，你的生命当中有人只是软弱，伊身躯拄着病痛，伊需要上帝的恩典当中，互伊有气来行过这段时间。无需要请大家，咱即马为着你所想到的人，咱同心来出声来祈祷。耶稣说：“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来到你面前，主感谢你用无限的疼甲恩典，逐工甲阮相同行。主，阮要亲像即位生出世落来着较歹的人，阮来学习伊较无的心。主，无论是伫顺境伫逆境，主你拢互阮有一个敬信的心，互阮知阮定定要来找求你。主，因阮知找求你是一生当中上重要的代志。因为主，当阮甲恁相连结，主你着要保守看顾阮，伫你的内面有满足的喜乐，伫你内面有满足的恩典，伫你的内面也阮会当建立起造阮真实实在在的信心甲使命，互阮行伫无论伫逐所在。主，阮拢会当成做一个勇敢、有气力，会当活出国外主的基督徒性命。主，阮多谢你，活出主你所意爱上帝囝儿的性命。主，多谢你，阮也为着阮身边所有兄弟姊妹来献上阮头拄仔的祈祷。愿主你保守因，甲阮共款，伫主你的内面，借着主耶稣的性命内面得到满满的信心，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咱三个来吟圣诗，回应上帝的听。圣诗482首，为主来做伊干净，请咱起立来吟。
咱即时来奉献。全能的上帝，万项物拢是你所想事。阮也感谢有罗你，伫阮的生活中成做阮的准绳，互阮的性命对你来领受更较大恩典。阮只是用阮淡薄的金钱，奉献伫你的面前，做圣工的路用，也将阮全能的时间、阮的性命奉献伫你的面前，求你接纳阮所献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真济。
我即时来报告，请咱掀开旧报第4页，遗体关怀。本会会友张家祥执事的爸爸张少华兄弟，伫4月初7安详主怀。伊伫昨4月13日下晡1点，伫新德市纪念园区景福路举行告别礼拜，感谢兄弟的关心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接着咱掀开第6页，吴伯庄讲义所的专题讲座。讲题是音乐甲信仰的交汇，韩卫博士的医疗传道甲阳明。讲员是国立阳明大学、交通大学郭文华教授，甲爱信党员中族团。因的内容是，这是一场的音乐会，阁是一条生命见证。郭文华教授分享国立阳明医学院第1任的院长韩卫博士，一生信仰如同敢若一粒麦仔，伫教育、医疗、事工甲音乐的影响甲祝福，一定要来认识这位因为信，阁有缘讲话的韩卫博士。日期是4月2日，下点是咱10楼的礼拜厅。有流程，第3礼拜结束了后，12点半咱有一个午餐，12点半到3点专题演讲。第一是咱讲座开放自由入场，无限制名。第二，咱迄天会供应午餐，请咱登记餐点。参加相连教会各团契客友，请直接各团契会长登记。也是为咱的团契小组负责人向正庭干事统一登记。若无参加这个事项的，咱就当上网连结，也是咱9楼礼拜厅来登记。登记所有的日子，甲4月17日截止。讲座迄天第3场礼拜结束了后，伫咱10楼的礼拜堂要分午餐。咱领午餐的时间到12点45，过到逾时不候，请咱把握领餐的时间。我来补充报告，遗体关怀，本会会友张丹碧霞姊妹伫4月13拜六安享主怀，定伫4月29拜1下晡1点半，伫咱7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，请兄弟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这是咱蔡正道牧师要来颁发奖学金。咱请这要领奖学金的这咱的同学请出列哈。当然，因的成绩爱到一个程度吼，但总是较重要的是因伫教会的参与，甲平常时的表现吼非常重要吼。所以咱看到咱的世界遐尼济吼，这拢是咱未来的愿望啦吼。所以咱来常常替因祈祷。愿望讲因伫即个信仰甲听的环境顶面长大吼，将来诚做对咱的社会、对咱的国家、对咱的教会有真大贡献的人吼。咱即个时阵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
你手术遮尔侪细囝互阮，互阮有份伫因成长的过程中间的工作。阮恳求主，你帮助阮，毋简单为因备办好的助理二老师，也互阮会当本身成做因信仰的典范，互因会当因为阮的缘故，更较认捌你，更较亲信你。阮特别要将因仰望伫主的手中，互因伫校园的生活、伫家庭的生活，以及因的社交生活，拢会当充满主的稳定。在即个充满黑暗、有血真济的社会中间，会当因为信仰的缘故，徛立会当真稳固。恳求主你祝福互因，也互因的家庭，咧照顾因的爸母、阿公阿嬷，拢会当用疼来扶持因长大，互因真心感受到对上帝遐来丰盛的稳定。恳求主你甲因三甲二弟，保守看顾因的身体甲心灵。我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所以咱要请一个代表，来接受。咱即时请廖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祷。咱今日要介绍一对的贵宾吼，就是林信雄牧师甲牧师娘，咱邀请牧师牧师娘咱徛起来，互阮来欢迎你。好，请坐。牧师牧师娘是对美国吼北卡长老教会。好，伫遮好，真欢喜，欢迎咱做伙来敬拜上帝。好，伫礼拜结束了后，也请咱伫贵宾室，互咱的同工咱继续来欢迎甲接待。好，毋知敢阁有人无添着新朋友的卡吗？好，无咱做伙来牧友的代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要特别为着。厝内面失去亲人的家庭来祈祷，主特别为着安尼集体来祈祷，主信心你帮助扶持，特别伫伊即阵真忧伤，会想起亲人的日子内面，主你信心常常陪伴因，互因规个家族家庭拢伫主你的扶持当中，一步一步向前。主你也保守看顾因。每一届的少年所流落的目屎，主你也互因想起长辈，也是因亲人对因的疼、甲影响、甲典范。主多谢你，你的以马内利的上帝，甲因相同行，保守看顾因的每一天，互因行过即站失去亲人的日子，互因的骹步会当哪来哪坚定。主，若要特别为着教会内兄弟姊妹的工作来祈祷。主你特别祝福阮的徛起的工作，主你互赏赐阮气力，赏赐阮对智慧，也互阮逐工所需要的能力，主你拢赏赐互阮。主阮特别奉主你的名祝福阮兄弟姊妹所工作的公司，甲遮的头家，主你的稳定、你的良善、你的真理，甲祝福加添伫遮。互阮随往伫大环境真变动的
状况内面，主你互阮所做会讲所做所徛起的工作，拢会当得到主你稳定保守、灵敏，会当稳定，会当有好的收入，会当有好的进步。主，阮多谢你，保守看顾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若有辛苦、身体软弱、有病痛的，阮恳求主你的稳定喜乐，主你的医治喜乐，互阮食着休困。阮的食物，互阮所医生的帮衬，都会当利益阮的身体。主，阮多谢你，安尼同心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咱来吟上吟514首，搭要散会求主祝福，请起立来吟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信心的相通、扶持、鼓励，甲咱三甲弟弟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咱未到社温，享受车客，也当彼此来请安。